天下将条母子三公里，到头再公三公公大公太公三公。心意义和，爱想合成亲上人才精湛班。班开始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，前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坤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。恭请付前人开班致辞。请付前人慈悲，前到鞠躬，坤到鞠躬。付前人早安。付前人早安。请坐下。各位。各位讲师，咱明日后日咱各位组长，咱主席黄秀来点，大家早安。前人早安。先望前人书店，因为今日是咱今年4处的这个青少教育，要甲讲起来，这是咱这个参考一项，较针对着形象，针对着咱今日意见的提升这部分来做教育。换一个解说，这个班数。是较针对于咱佛的弟子，佛的弟子，敢若讲起来较属于咱美林咱节目老师所属10弟子的这个班数。那当然，因为这个班数若要甲讲起来，这是对过去、现在甲未来，咱如何？咱爱惜每一个单位都努力去这个帮助，但是咱如何有这甲咱这个爱惜甲好惜，甲承担这个帮助。那我要甲讲起，是咱每一个参考人才，因为爱去了解，爱有这个概念，爱有这个概念，是安怎爱开这个班助。但是咱往往感受到讲，因为咱参考一项有一寡道亲，愈来对这个法、对这个真理愈无爱听，愈无爱听。是什么原因会安尼呢？当然，咱嘛知影讲，因为上学的迄个基础，无对，咱是啥讲？对这个物件无概念，你就无能力咱行落去，你就无能。因为这款物件，伫咱这个世界上，若要甲讲起来有重要无？有重要无？其实若要甲讲起是足重要，是足重要。一般顶道亲，因为伊有定说甲当作马尼宝吼，无足重要，所以伊就是事实伊无了解。其实咱要甲讲起来，咱身体健康的时阵，而思维健康的时阵，咱会感觉讲，即款对我来讲起来，咱上无介重要。但是因为今仔日，若对一个人离远了，咱讲离这个人生的后半段最后的当中，伊家己的时阵无法当自主的时阵，伊嘛一定惊伊。
然后晚年的时候，伊对这物件，伊袂去考虑吗？袂去想象吗？到底我人生行过来，我是做什么代志？我是修什么道？我是行什么道？我是咧做什么代志？这个物件，也是伫你的身体上，会逼你的思维上认真去思维。你的身体上会逼你的思维上认真去思维。是安怎讲？我会讲出话，因为你嘛知伫你的设计的内底当中，你知影我的所以我要当。但是你嘛爱知影讲，我后壁还有一个世界，我后壁这个世界，我到底是要往对行，往对去。但是咱有一个哦，咱有求一个啊，求一个讲后日的世界较好，对不对？咱拢有这个观念。毋过这是因为咱家己想象嘛，因为咱家己有认知的物件，这叫做因果。日本讲前因甲后果，毋过呢，你真就是因哦，你真就是因哦，后日来你就是果哦，这是一个事实的物件，这个物件你一定要知影，嘛你一定知影这个物件，但是是安怎咱知影这个因，咱后壁有这个果出来，是啊，你这个因，你无甲成长落去，这丛树啊，这丛树啊嘛吼，因若长无落去。迄个果生出来咧，根若长无落去，迄个果就生得出来。你甲看，无迄个讲即丛树啊，因为根离个浅浅啊，长袂落，迄丛树啊果生出来了，绝对无可能的物件。而且咱今日对道学、对佛学、对真理，咱今日一贯的地数内底当中，离佛灭好500号这个时阵，换一个解说，就是你。佛教、离佛学、离佛教上离佛法的时阵，离末法的时期，离咱一贯道多伫正法的时阵，咱每一个弟子会当去得到咱三宝圣法。我这两日啦，有考一个迄个得到道，因为伊较实，他的命运、他的能量一切改变，因为迄是对咱总会环球世界一贯的总会。王宝总这个建议口错互咱学校，我早考出了来做分享。但是咱知影这个物件，真正对咱的心性、对咱的人生有帮助。我想要讲一句话：咱今日来到这个世界，咱会当得到道，咱会当去成道。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物件，非常难得的物件。我嘛想要讲。来到这个世界的信仰有这有信仰作者，我相信大家都有信仰。除了离佛教上来，除了离大陆，因为讲伊无信，因为无信仰，他们不信宗教，对因为无信论的啦，无信论的以外啦，离民主国家内底当中，因为大陆无信论，毋是代表无信论，是共产党逼因袂使信论哦。但是因信是比咱较认真哦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咱去推动道理并不了，若安怎无信？伊有是中国大陆比伊袂使信。毋过呢，伫即个世间的内底当中，即个地位内底当中，信仰有少无？信仰的有够少。信仰的，我甲做个比如啦，若有100趴，有100趴啦，有100趴啦，有100趴的比例，离信仰的。差不多偌济，离信仰的差不多有96%。这个96%信仰，但是有偌几趴，有2%的修养的，有2%的修养的，但是。有2%的修炼的，这个96%的信仰的信仰，有96%哦，100%伊就占去
到2趴，以前咱2趴，这是咩概念？信用有这无？我自细汉，我就信用太师爷公，因为阮住伫中央，中央人拜太师爷公，咱去住伫下拜上帝公，咱信用上帝公，甚至家己佫有家己内底迄个忠诚的宗教信仰无？咱有咱家己信仰。你有真正咧修行无？修养无？你有真正达到修行无？无，因为到修行就是佛的地主安尼，佛的地主安尼，这就甲佛的地主是安尼。你今日这个信仰，毋是代表你佛的地主呢？我就是在咧信仰者。太子爷讲，若伊到的青狗去拜拜，就煮一寡来太子爷讲遐拜拜，买一只鸡啊，买一块肉，买一只鱼啊。哦，好啊！迄若迄送上欢喜，你敢知影？囡仔上欢喜。我做囡仔时阵吼，阮阿嬷开始咧啦，因为拜拜拢爱煮钱啊，对毋对？比如讲，即个花仔菜钱啦，红椒钱啦，有无？这有无？爱炒米粉啦，我若买着炒米粉的，有够爱吃，因为阮即家伙仔人拢爱食米粉糊的就对啦吼。买着米粉，迄米粉就食较饱。欢喜是欢喜，拜拜有青草人要食啦，安尼啦。迄叫做因为，若到太师爷讲到，就因为有一寡人一边，所有中央真信仰太师爷讲的人来去拜拜。伊敢有咧修养？伊敢有咧修养？无，伊是惊一种换一个解释讲，安尼叫我拜，我就来拜拜安尼。人生就是安尼过。毋过即个吼。你细个哦，你讲今日去做一个包头壳的，迄叫做花狗对不对？因为包头壳的，因为迄花狗真正那个无限目的的地主哦，无几个哦，嘛无介绍哦，真正离到花狗因的信仰嘛无遮济哦，离耶稣因的信仰嘛无遮济哦，足侪耶稣的内底当中，我就信仰耶稣，阮这个国家的耶稣，比如讲泰国信佛的对不对？因这个国家，你来讲，你信哪做新闻？啊，你是佛的地主，毋是？伊是安怎毋是？佛的地主爱啥物条件？你知影无？查某爱收380块，查甫爱收250块。佛的地主哦，查某爱收380块。听好哦，你嘛无甲查，毋是我凊彩讲的。查甫爱收250块。哦。第一，查某袂使我胭脂，嘛袂使我粉我甲足够，淡妆可以啦。恁袂当穿个花红溜溜的哦，衫要穿水的无哦，要坐大车无哦，要困大床无哦，要穿鞋仔无哦。你有看花商，要发现穿鞋仔无？有啦，即马佫毋敢放松啊。过去是无可能哦，厝地起地还本厝本是计收益，把洗足计负责二责照规起来哦。毋是互你上简单讲，哦，我今日去个当中，我一个修行名，我今日要创哪，因就是真正入到迄个地主哦，有困难无？耶稣的地主，耶稣的地主，你敢毋敢嘛？因为规矩偌济，无限目的，因为规矩偌济。你若去带着无限目的，下啦，会信众，你着爱甲伊性格无限目的。你若假迄个无限目的的假花狗，你也爱通去信花狗。咱泰国凤春林姐姐，迄本来是咱关德地主，伊是嫁一个马先生，迄马先生信花狗尔，因为规家伙爱去拜信花狗，爱去信花狗，但是伊信花狗真正伊的地主吗？无，啊若透早4点8就在咧呼迄个声音啦。你讲，这个国家吼，特别爱混的，你当我呼叫。你袂使去甲富老汉来，你讲了，你若抗议来，甲你看出去呢？迄偌专制呢？迄足专制呢？所以第二，要做佛的地主，遐简单。第二，咱来知影，过去
雷蒙下内底当中，你做到不能地主，耶稣的地主，佛教的地主，迄是难家人。就我讲这所有的两拍呢，所有的两拍呢，一摆两个就缩这样，无得一摆两个呢，我是安尼讲，我是用比喻的安尼讲。哦，咱一贯的地主，咱今日要做实事的地主。 要入门墙内，你甲看，只要你想5块，敢有甲你讲250块？敢有甲你384块？无，只要你想5块，你想5块，你甲前辈者安尼是安尼行，因为你就是佛的地主。你过去，你佛的正法时阵，你基本上含fund都无机会通去修行。 困都无机会啊！你讲离佛教上，泰国是国家，泰国的庙寺无查某人入去内底咧修行啊，无查某人入去甲和尚伫遐咧食，伫遐咧修，伫遐咧生活无呢？因为伊外口有一间叫做尼姑庵啊，尼姑庵你听无？因为伊家己一间起一间世界店，家己伫遐咧修的呢。 啊！伊家己食嘛，伊家己去发，人和尚囝头前囝哩上后壁呢，啊，家己本着家己去家己遐食呢，嘛袂使去庙寺较有写神呢。迄是足无地位的呢，真正无地位呢。迄阵当时阮头头有一个机会啦，迄是因为过去咱淡薄初祖对西到到东土，而东土对当时晋代广州起来迄个时阵，因为大娘母为大神公。 大乘佛法当开始延伸，啊，开始有尼姑呢，有尼姑咧修行呢，无基本上来讲个昆道过去无地位呢，这是事实啊，这是佛教上的记载，毋是安尼啊。但是咱想看啊，离佛法、佛教佛法，离咱一贯到正法的些时阵，恁大家，恁即而且恁大家，有机会通做咱实事的地主。 有人做有机会做咱老祖师的地主，这是原来的应用。所以咱咧入关啦，入会过关啦，新春关地主某，有无？地主某，你讲信徒某，你要入你新春关会过关，迄地主某安怎后面继续落去咧，操两地主，你是我的地主呢？ 敢若讲你是当时咱孙师傅的人呢，会教的人，老祖师教来的人呢，你毋是外人呢，你毋是外人呢。那安尼当中啦吼，有可贵无？有可贵无？你金刚经的第12分，叫做尊重地主分。如果你老师跟金刚经的第12分，你甲经去看卖啊，伊会咧怎讲？伊讲。 若有人受持托上出经，乃至所其定，一切天人阿修罗，该尊重地主。该应供养。这句话，安尼恁听无？你尊重地主，阮的内底当中尊重啦吼，伊迄部今天所在之处，这位第12分的叫做尊重啦。要尊重地主。 今日你出来地主哦，恁听好，伊讲一切哦，若有人他所有一个人啊吼，不论修持、作相、出经。 乃至束缚品，一切天人阿修罗，该尊重地主。这句的概念。
起这两句话，请问你受啥物件？收，咱收，收。起这两句话，伫经典时常看这两句话，伊安尼讲，武则天迄句话就讲。武松清清美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造物。五经见闻，你什么物件？修持。这句话就走了对不对？这是原解如来真实义，有无？修叫做领纳有心，领纳于心。持意念不忘。意念不忘，修领纳有心。咱今仔日，咱得到三宝心法，咱得到咱老祖的心法，咱就是为生活。我真来甲考量起来吼，恁知影三宝心法，下本后的、下本后的、第三本后的，我相信足侪拢袂记啊。话要转去了，我未去安尼，未去，咱个头讲一个会使，安尼敢有叫做泄露天机？有无？恁家己讲无啦？我毋知。拢咱头尾转去，当带那鼻孔边咧头讲，你有修，有你若有，你有下日心，你有无？你三宝心嘛下日心无？三宝心法是你回天的印证呢，你要回天的证道呢，这是何等的重要呢？你有下日心无？无，较早阮爸爸讲，你迄嘛放荡，你放荡，你读册时读什么册？你读到顶头头只遐去的，阮爸爸就安尼个。咱学道是学到顶头只遐去啊，学到伫咧受人水点，咱有逐个咱咧清净迄个力量，有无？咱只能咱得到倒啦，咱叫啦，咱嘛无在意，嘛无领咱的心。咱有意念，意就是你的意念，你有叫袂记有无？你有袂记你是佛的弟子无？你有袂记你是佛的弟子无？我甲你讲，伊即话修持托相，这两句已经甲你解释修到初经。如果若以经文来讲起来，伊是咧直接讲经文经，敢是安尼？毋过呢，伊有结义甲公义。结义就是咧讲即部经文经，公义。所有一切大乘法，会当互你成佛，会当互你见成，会当互你入法的经典，这叫做公义。会当受持这个经典，老祖师互你三宝心法，这三宝心法延伸出去，迄偌济物件，你敢知影？迄讲出来，迄咱真正会，人讲会惊死人。我去传迄资料互你，得到三宝心法尔，咱的能量。咱的能量，咱伫咧心性中所产生的正能量较强烈吼。迄是科学家发明出，毋是我讲的吼。迄是一罐着总会环球迄罐说一罐做王宝松护法哦。我若空迄景罐互大家看吼，毋是我家发明的哦。哦，你要信毋信，迄是恁的代志哦。你要想你得到遮尔个殊胜的物件，你有受持无？啊，那安尼你有受持这两句话，托相，托叫做托经相，你若相会使是，哎，应该是啊，咱佛教上佛教啦吼，佛教有一个叫做颂，拄相无？不，有叫做上经，不颂，托。迄个爽就是讲，我已经有记起来，我已经离我头壳，对我的头壳毋免一句一句念，我已经有记起来。你像是我阿婆啦吼，迄真正一部经典互伊念过，一字都无漏的，你要相信无？毋过你计讲这个哪有明白？因为伊已经想起来，迄已经含已经刻在体内。咱过去捌听一句话，讲一个阿婆啊，
咧上阿弥佛八比佛八米佛阿摩尼八比佛阿摩尼八比佛，这个故事咧过捌听过嘛？啊，这阿婆做主编啊，那上一个伊就是念一粒迄个咱的铃头啊，甲塞在一边，啊，我再上一届阿摩尼八比佛，再塞一粒在这边啊。啊，上到伊家己迄个头啊，免家客怎会跳落来听无？已经上到客人才跳来听无？但是有一个法师来，阿弥佛八比佛，阿弥佛八比佛，这个佛啊吼，这个法师应该这个佛，你那么这个卡佛，阿弥佛八比佛，无啊，你上对啊，阿摩尼八比佛，毋是阿摩尼八比佛啦，这阿婆我上遮久啊吼，啊上到上阿摩尼八比佛，人已经上到这个头爱跳啊，你听。阿婆想讲，哦，当然嘛爱听法师的啦吼。啊，甲阿摩尼八比佛，头也袂跳啊，了袂跳。迄讲的是讲，诸分妙理，毋是文艺，诸分妙理就是只个心的对。但是有人受持读诵、读经甲上经，咱这物件有一个途经协会有，啊经学会有，咱咧读的什么经？咱咧读的是圣人的经典呢。咱咧读的是圣人的智慧呢，咱咧不是变中，是安怎？咱一定要这个上经会讲，要食法想法，食饭食法想用。啊，其实这个物件个，逐年嘛咧背节，逐年咧背节，今日叫袂记咧。敢是今日叫袂记，因为你有随指标咧。这个咱道中的意义就是惊咱叫袂记，所以因为那。读诵，诵经，这个经有重要无？有够上，有分做4种，一种叫持名诵法，持名诵法；第二种叫观想诵法；第三种叫观相诵法；第四种叫追定诵法。伊分做这4种，有够上。手可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上个看诗啊吼，看到到年吼，迄音吼有阵则袂困，你讲上咧决定你睡困去安尼对啦吼。你上你心福静，叫做持名诵法，叫持名诵法，叫做观想诵法。观想我咧想，但心咧想，我已经上50句啊，我先上150句啊。安尼当中，我咧到这个佛堂的头前拜一个。西方极乐是我家，阿弥陀佛是慈父，慈父快快来救云，救云让主回老家。因这个叫做观想诵法，嘛迄经典有上50句，伊就来使拜一个，后尾上100来使拜一个，拜一个了后，伊就咧开始讲西方极乐是我家，阿弥陀佛是慈父，慈父快快来救云，救云让主回老家。这叫第2个想法。第3种的想法就是观相诵法，叫咩叫做观相？阿弥陀佛，伊的相有非常的重要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好有无量的庄严。我虽咧念咧上经，但是我的心观阿弥陀佛迄个相，观到一心无二心，那一种叫做观相诵法。因为有搞第3种。第4种呢，伊叫做追定诵法。什么叫做追定诵法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人伫咧死啊，暗暝下暝啊，你甲穿衫，还是当要过过去，你要紧，上足紧，灌顶加顶，追定嘛，追定嘛，一直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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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伊今日得袂到，你听无？在佛教界就分了这种4种诵法。那这4种诵法，咱嘛人知影是一个表象。嘛当然啦，对死者有帮助啦，吼，这种是好事情，哦，拢是会净化心情。毋过你人你金光，你就讲出来，你就讲读与诵这2个字，你不一定要诵，也不一定要读，反正你会当去把经典的词语甲刻出来，乃至书记顶，这个也叫做记。别人讲叫记，别
啊，讲师傅剑，啊，讲叫师傅记，我拢甲读师傅记。这师傅记是啥物物件？离金刚经内底分做两大块，由意识经哦，由意写经哦，是灵灵写到这边见出来。有第32分的内底当中，一切有为法，如妄幻泡影，如露有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有这两段话其实离金刚经离佛教学内底当中，伊叫做梵语，梵语。这个梵语叫做哪？印度语。印度语，印度语啦，这叫印度语叫做梵语。那你印度话，你若去印度经典起来看，迄规纸迄个写哪，你根本看无啦。嘛毋是英文啦，嘛毋是印度语的，印度语的啦，安尼泰国话、泰国戏，搁甲哪你看嘛拢无。迄当时毋是三藏法师、鸠摩释、三藏法师因当时。翻译过咱中文，其实咱一字都看无。所以因为咱中国人甲翻译26分甲32分内底，甲翻做这有叫做四字经。其实离金刚经是第8分，哦，伊就派咱四字经，毋是离26分甲32分。迄是因为这个四字经，伊就是讲啥物件？就是叫做经典的一段话，经典的一段话，你听无？哦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实相，非相即是，即见如来。迄叫做一段话，那因段叫做断句，这叫做断句，断句，断句啦，一段一段啦，安听啦吼。那这属于你听好哦，一切天人阿修罗，这个讲什么物件？三界。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三界天、人、咱人、阿修罗。阿修罗你知影无？那依照佛教上面咧讲来讲，佛有六道，阿修罗就是牛将军甲马将军，牛将军甲马将军，而第二角咧阿梵人，即点人叫做牛将军啊，跟阿修罗。而咱的世间人，阿修罗伊的本质伊福报足大。但是伊专门甲天神斗法，伊福报足大哦，但是伊甲天神斗法，安尼着伊的脾气甲亲人心足大，这叫做阿修罗本质。但是一切天人阿修罗，哦，这群人拢爱该尊重地主，这群人拢爱尊重佛的地主哦，爱听无？咱今仔日，咱是一个凡夫、凡人，咱凡人咧做啥物代志？咱凡人咧做圣事哦，咱凡人咧做菩萨事哦。你今仔是凡人哦，你咧做菩萨事哦，你咧做圣事哦，你毋是一般顶凡人，所以一切天人、凡人、阿修罗，你这群人一定要尊重。弥勒做所的地师，爱尊重这帮老师，爱这帮我们菩萨的地师。伊这甲你讲就是讲这物件。各位，你毋通看轻你家己。你今日已经是佛的地师，你今日是做所的地师，做所的地师，你今日才会当代天宣化，天天灵道。敢是安尼？那安尼你敢是一般顶凡人？你毋是一般顶凡人哦，你凡人咧做圣事哦，凡人咧做菩萨事哦，所以咱会讲该尊重地主。恁这群人，拢爱尊重。现在离佛的地主，咱做水的地主，毋过你到金刚经的上尾啊32后壁，伊甲一句咧讲，伊讲苏摩提、优波离。苏摩提、辟丘尼、优波离、优波塞，一切天人阿修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。这句话就是金刚经的上后边咧讲一句话。今仔日，咱会当得到大乘法，咱会当得到老祖宗的法，咱今仔日凡人会当做老祖宗的地主。
会当做师母的地主，我甲你讲，你毋是一般顶的番人，你毋是一般顶的番人，咱毋通家己看做我是一般顶的番人，这点你得了解。那既然你了解，你毋是一般顶的番人，顶番你附的啥啦？顶番你附的，啊，再无阿收过，再无阿解过，再无阿接过。上面那句话，阿丹弥勒大业啊。哦，阿丹弥勒大业。你既然你是咱老祖师的弟子，但你讲啊，已经甲恁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清楚了投影片了。阿丹弥勒大业。因为咱今日所